就杨大伟这人吧，有时候太大男子主义了。明明是他做错了事儿，他就是不给我道歉。这个杨大伟自己做错了还不道歉，看我不把他，哎，他就是一个不会哄女人的男人。对，他说为了不会哄女人的男人，再干一杯，干了！过去啊！你烦什么？我烦什么？还不是你们臭男人，追姑娘的时候一个样，追到手了又是另外一个样，翻脸比翻书都快。哼，对，所以说，耐心对于男人来说就是一个笑话。所以，我们只要享受男人追我们的过程。没错。不是所有的男人都一样。谁说的呀？好，我为和我不一样的男人干一杯。这里不接待女宾。我来接我老公回家。真新鲜，来这里的